罗马书第2章。所以你这个批判人的，无论你是甚么人，拢袂当辩解。你批判别人是在批判家己，因为你批判别人做的代志，家己嘛逐项拢去做。咱知做这款代志的人，上帝会照事实甲因审判。你这个人，你批判别人做这的代志，家己嘛去做同款的代志。你想讲你会当闪避上帝的审判是无？也是讲你看轻上帝极大的仁慈、宽容甲吞忍？你竟毋知伊的仁慈是要带你悔改？你硬心毋悔改，是在为着家己累积上帝的生气。这个生气会伫伊公义审判迄日显明。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，甲伊报应。也会坚持做好事，追求荣光、尊贵，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，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。遐个自私、无尊趁真理，去趁不义的人，上帝的生气甲刑罚会临到因。所有做歹的人会受到患难困苦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才外邦人。不过所有做好的人会得到荣光、尊贵甲平安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才外邦人，因为上帝无偏待人。外邦人无摩西的律法，若犯罪嘛会受律法外的审判来灭亡。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，若犯罪会照律法受审判，因为毋是听律法的人，伫上帝的面前是义人。只有实行律法的人，才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。无律法的外邦人，若照本性守合律法的规定，因虽然无律法，家己就是律法。因的行为表示律法的要求有刻伫因心内，因的良心嘛证实，因的心思有时家己责备，有时家己辩护。安尼，伫迄日，照我所传的福音，上帝会通过基督耶稣来审判人允捌的事。安尼你咧，你自称犹太人，倚靠律法，搁用上帝做夸口。你知上帝的旨意，有受过律法的教导，会晓分别是非。你自信家己是失明的人的出路，黑暗中的人的光，戆人的导师，幼稚的人的老师。你想讲，既然有律法，对知识甲真理就有把握。你假是别人，是安怎无假是家己？你教人毋通偷摕，家己有偷摕无？你讲毋通犯奸淫，家己有犯着无？你厌恶偶像，家己有抢庙事无？你夸口有律法，家己有犯法来侮辱上帝无？圣经有记载，因为恁的缘故，上帝的名伫外邦人的中间受亵渎。你若遵守律法，甲礼就有价值；你若犯法，有甲礼变做无甲礼。无受甲礼的人，若遵守律法的规定，无受甲礼，减袂算做有甲礼。肉体无受甲礼，毋过有遵守律法的人会甲你定罪，因为你有律法的条文，阁受甲礼。毋过颠倒违背律法，其实外表做犹太人的，毋是真正的犹太人。伫肉体所受外表的割礼，嘛毋是真正的割礼。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，真正的割礼是心的割礼，是圣神的作为。
毋是靠律法的条文，这款人受懊恼，毋是对人，是对上帝。